嗯，奇妙的支撐力，作者青蘋果，愛曼文靈修分享。又恐怕我因得的啟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次離開我。我對他說：我嘅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嘅能力係喺人嘅軟弱上面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嘅軟弱，好叫基督嘅能力復庇我。我為基督嘅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為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啦。呢啲就係神喺聖經中嘅教導方式，係神嘅話語嘅一種啟示。佢會喺你經歷試煉嘅艱難時刻嘅時候，佢以佢嘅恩典扶持你。佢嘅恩典係足夠你度過喺學習中嘅難關，使到你能以更堅強，比以往更堅強。當我沉浸喺主耶穌基督無條件嘅愛裏邊，我就有足夠嘅勇氣去面對任何嘅困境，因為我能夠坦然接受自己嘅軟弱，因為當我軟弱嘅時候，我就係剛強噶啦。研讀一下聖經啦，學習一下嗰個充滿恩典嘅奧秘力量啦，足以使到你堅強嘅恩典。呢句説話係出自聖經哥林多後書12章9節嘅。我嘅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嘅能力係喺人嘅軟弱上面顯得完全。呢句話傳遞咗一個充滿希望嘅訊息，神嘅恩典係足以支撐你度過任何難關㗎，而佢嘅力量係喺你最軟弱嘅時候最為顯明嘅。呢一種訊息鼓勵我哋唔好被困境壓垮，而係將軟弱視為神嘅一種力量臨到你，賜俾你力量去忍耐並戰勝挑戰嘅機會。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感謝你，你嘅同行，你嘅豐盛恩典，都在支撐住我呢個面對呢個風風雨雨嘅世界。當我軟弱嘅時候，你無盡嘅愛喺我背後支撐住我。另外，正每一次都會有出人意外嘅出路同埋出口俾我哋去走過呢啲風風雨雨，所以我從唔擔心苦難臨到我。因為有你嘅支撐，同我哋同行，讓我哋能夠面對一切嘅風暴。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就俾個 like 我啦。如果你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就咁 share 啦。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咧，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願神大大嘅祝福你，再見。